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想分享嘅就係臨終前嘅最後一罐可樂，一般醫療上做唔到嘅任性，點解臨終關懷可以呢？一開始呢，我哋想探討一下，究竟臨終關懷嘅特別嘅地方係乜嘢？喺字面上就係關心臨終病人啦。但係臨終關懷同傳統醫療究竟有乜嘢嘢分別呢？傳統嘅醫療佢係分科嘅方式咧，係誒有唔同嘅科啦，例如皮膚科啊、骨科啊、外科啊、泌尿科啊、腫瘤科啊、骨科等等，就好似咧將人斬到一件件咁樣。咁一個係誇張嘅比喻啦，當中冇貶義嘅，但係成個 concept 咧就好似將一個人咧分開唔同嘅器官啦，唔同嘅身體部位嚟去醫治。但係臨終關懷係唔同嘅地方，就係佢係一個全人嘅照顧，佢唔會視你為一個器官啦，某個部分啦，而係將你視為一個完整嘅人嚟看待，包括係身體啦、心靈啦、社會啦同埋靈性嘅部分。咁提起臨終關懷，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諗起係醫療嘅部分，咁樣關社工咩事啊？咁樣，但係臨終關懷其中一個最核心嘅要素，就係好希望能夠提升到臨終病人嘅生活質素。講起生活質素，好多時候第一時間就會聯想到係同身體嘅照顧有關啊。舒緩佢一啲唔舒服啊，但係我哋往往忘記咗，其實提升人嘅生活質素當中有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元素，就係關愛啦。你大家可以試想像一下，即使你身體健全、好健康，但係身邊係完全沒有愛，冇人關心自己嘅時候，呢一個係咪一個誒完整嘅生命呢？係咪一個充滿生活質素嘅生命呢？而臨終關懷亦都唔係單單係醫護嘅事啦，又唔係社工嘅事啦，其實係屬於我哋每一個人嘅事嚟嘅，因為我哋身邊嘅人啦，身邊我哋最愛嗰位啦，朋友啦，始終有一日都會離開啊，我哋始終都會面對臨終啊，面對死亡，而更實實在在嘅就係我哋自己都會有死亡嘅一日，我哋自己都會有臨終嘅嗰一日，即係 touch wood，除咗係 sudden death，咁我哋都好可能要即係經歷呢個生命中最自然不過嘅歷程。所以臨終關懷並唔係醫護嘅事啦，亦都唔係單係社工嘅事啦，而係我哋每一個人生命入邊嘅必修科嚟嘅。咁我最記得就係讀嶺南大學生死學課嘅時候，黃慧英老師安排咗我哋去參觀黃大仙聖母醫院嘅舒緩治療病房。當時嘅護士長呢，劈頭就問：如果有一位臨終病人好想飲可樂，但係佢飲完呢，有機會嘔到九彩嘅，咁俾唔俾佢飲好呢？咁有啲同學嘅反應就搖搖頭啦，有啲就耷低頭啦，好迷茫啦。咁我就係當時咧好迷茫嗰個嚟嘅。然後護士長就話：梗係要俾佢飲啦嚇，因為好可能係佢生命中最後嘅一罐可樂。咁同醫生同屋企人商量過，攞到共識之後，佢哋就俾咗一罐可樂呢位病人飲。咁果然咧飲完就嘔到九彩，但係佢咗一啖氣出嚟就好滿足咁樣話：呢一個係我生命中飲過最好飲嘅可樂。咁冇耐咧，呢個病人就即係離開咗，但係佢帶住
一份即係滿足啦，完成到佢嘅最後心願係離開啦，咁屋企人都會覺得好安慰啊咁樣。所以臨終關懷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尊重啦，尊重病人嘅意願同埋選擇，其實都係維護緊佢嘅一份尊嚴啦，係啦。另外就係我希望透過呢個影片，讓大家多啲去認識到臨終關懷除咗係身體上嘅照顧之外，亦都係一個全人嘅關顧啦。而提升一個人嘅生活質素，我哋最常忽略嗰一樣嘢就係關愛。希望我哋將來或者你而家睇緊影片係照顧緊臨終病人啦，係啦，或者你嘅朋友啊、親友啊面對緊臨終，我希望即係除咗照顧身體之外，我哋都多一啲嘅愛啊，多一啲嘅關心啊，多一啲嘅支持，係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。係咁，多謝大家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